대리는 장토 중 자디 랑루 호충가 리자 차디견 중티 차중 누리 세제동 나초 리자 조빌 호마지 냠다 가디제 야루네 자디 시주이라 세제기 가디디네 차디 시자 예비 시바 촐라다시 제츠 몽부히 예라권每天早晨就是早到学校来嘛，看下我们的老师在做啥子，所以就我经常把好的来就发到朋友圈。这个发的原因就是让老师们觉得在校长心目中我还是不错，在朋友圈里头把好的发到我们工作群里头来，就希望在这件事搞上，老师就引起注意嘛。张图中家的罗中呢？总用的日记七节为家的浪路的罗中一人，罗中个用这盘，在这地大东西把进卷筒中，胸前所用了同去学习的，西把出来在那，你在沙巴这东，也在沙巴这用他把那，忙比浪卡哪里用把些。哎呀，没吃。哎呀，俺这个没吃那些的的。张琼呢，大罗罗接着，为中给进的呢，可中大东能一公的才行。야, 삼촌, 주차됐다고. 여보, 주차됐다고. 아, 여러분 못 따가서 여러분도 붙여서 와. 저같이. 리자 초반的呢，张图中家的浪路火中个，胸前罗所以天气型的，初把的罗马在感受的，这着计划作业。第二要来初边，单就个罗的리자差的啦，这的学就业。下面我来点名一下哈。5年级2班王母，5年级2班色嘎拉姆，5年级2班格日准。5年级2班格日准，格日准没有来吗？没有。老师，我今天中午好像看到他被他爸爸接走了。他爸爸接走了。想问哈，就是你们班上有个学生参加合唱，但是他今天没有来，他叫那个格日准。啊，格日这地里用没把黑节，给养老东3年，娘等格日这从了，那次积累些啥从话的，是这星期俺娃跟张图中了，前牛错把米10多年家讲个月节，总共是日天不动，路东米跟你这些，小路东真正用的，吃到过一个，罗素人的些沙巴啦，积累沙布些兄妹。格日这家阿爸上着呢，3年就新把些人，空给本米一家人的用的呢，感情用比，看的听懂了，连个例如些他那，来感情里中，看片越人用也。शाके देर कदा नि मोते मारा दे जोगले तंडास्ते बे ती गे शेची मारा दे तगे रचते तन्याल मारे जे मला一个样个这个嘛只是一个代表，有些家长真的是不理解，而且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就是唱唱跳跳的学校，他们就想学下藏文，还有个数学，语文，因为这些都要考试，他们就想把考试成绩当第一。这随着的落地人民给西巴子黑的个兰卡店铺送学学，因此呢，西巴日日啦，融融跟交通约比，电开动团结全部集中，干啦啦，来往啦约给动头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姐姐就考进马师校了，我来那一年没考进，我们俩是同一年考的。
爸爸就问我们2个，你们是读书吗？不读书嘎？我们姐姐就当然考也考去了，她说读书说了，然后我也说我也读，爸爸就说那就好嘛，然后就我就去复读。帕玛尼家家属我，现在的电话我落起了就贴起，可米黑家人的的，利用了一个东西，加起容易了，20三亩熊一比，民众西班牙的蒙不起了，如些特别人的中业。为中藏穷萝卜的破绽马用的那次国际，给错米那层的了都能亲不些。而且你们俩就往南门道走，然后你们俩就往上渡口，你们觉得？让球！让球！这儿这么大一个娃娃跑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没看到。找到了，在哪里啊？好，过去走远了哈，过来，慢一点，哪个地方你？几个的？为啥子呢？我们老师些全部都出来在找你，你到咋子了你？为啥不晓得说啊？你这个卷起。藏区站呢，去年比那次国际，CG的3年的了800人，伊玛西巴拉接到50天的合作动啊动，藏区俺为那边过呢，后来又错了，干些先生就几天的，CG啦3次300些。他成绩不算好，最大的就是他性格不好，就是有点孤僻嘛，跟到这个同学也不一起耍，也没参加到任何兴趣小组。他们班主任问他，他有啥子爱好？他就说他特别喜欢那个藏戏这种表演性的舞蹈，所以就，班主任我们商量了之后呢，就把他放到那个我们藏戏团。第二赛季节，拿出日在左边，罗马过去个吃到同样的，才当历史些把人。小学呢开始了28个项目。总的来说呢，我是支持这个学校，我们娃娃一直在读书嘛。我觉得这个学点这个唱歌跳舞啊这些可能要耽搁一点那个学习，我觉得还是学点这个主课比较好。好，这个疑问呢，我觉得还是我解释一下啊，因为我们学校先来了8年，政治公理衔接，切到这大家点着我把没加把人。谢谢大家啊。1楼、2楼、3楼。同学们，隔日准呢，今天又回到了我们这个集体。下周呢，我们的汇报演出就要开始了。随着节罗素原木动员，我这节拍马用，我这节娘来粗鄙农手把民特熊。丁从是随着节抵达藏区用，别节离个粗鄙插用空的车用人。来的时候他还跳得不好，那些娃娃些都要笑他嘛，动作不协调。但是呢，在他好生努力下，然后那个老师是经常表扬他，然后就他的成绩些越来越好了，老师也喜欢他。发现一个亮点的话，他自信来了，自信有了，他就做任何事情就有动力了。随着今年之后，藏通中家的两路脱穷的，拿穷差的出版你去了做一笔，西巴做融入干系错别弄的兄弟，那么人的也在了一类些出版人，让他们呢在那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当中呢，就相互学习，感觉就是幸福的大家庭嘛。随着节如果在西边孩子那面呢，或者些当有就引他些些，别家给你选择的两年，或者些比他老些做把人，才对呢西巴出了最外契约，随着节能用土米碰的一拉讲业。
查地啦点木地比铁多子，查地要么些地，西巴做啦，得大比黑些件检讨也把马黑些电话些，融入搜索以毛病得浪么几比，谁地地西巴子啷个检查些当地人把么黑面，米西巴做啦，快速动，只往啷多几个啷面这点要么些啦，或者用个卡数要不成也他吧，一起就可以。我喜欢养花，因为在我心目中呢，我觉得我的花系呢跟到我的学生一样的，随时关注它、观察它，看它哪里有的问题，有问题的话我们及时给它纠正，一定把学生呢当成花一样的。这些娃娃呢，就像那个我们门口的那个春一样的，6年的精心呵护下，让他们呢飞过高山，飞过大海，然后就实现他的梦想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梦想，也是我期待的。在于我呢，继续下去呢，合作设置机，西巴移动节假了啦，开朗比当家一人。